助杨广天下一统或长生之体的他，只能日渐故人离去。丁宿主已是百万巨力，故怪力乱神系统升级为魂穿系统。魂穿系统是的，宿主万物皆可穿。没想到系统讲得如此周到。丁系统初期为宿主提供2个世界供选择：神话影视世界、仙剑异影视世界。作为穿越者的虾仁，自然很清楚这2个世界的意难平。史上最差穿越者进入神话影视世界，我倒要看看这一小川有多渣，有多圣母。恭喜宿主成功到达神话影视世界，宿主初来乍到，获得此世界地图1张，在此身份为大将军蒙恬的表弟。蒙恬表弟，管他什么身份，我这百万巨力，哪怕是乞丐又如何？任务发布：阻止玉树公主嫁给秦始皇，带兵起义，杀了刘邦，杀了项羽，统一天下做皇帝。给我杀！这就是西楚霸王了。可惜在这里我们是仇人。从我出生以来，从未遇到过对手，此人为何如此勇猛？玉儿，快走！叔父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！叔父，快！杨护大人，杨护大人！逃了便逃了吧。夏公子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你们蒙家军果然个个都是天赋异禀的战神啊！我不是这时代的，我是天上来的，你们不要杀我！胡言乱语！夏公子，这名罪犯他叫易小川，也是跟着项梁一起的罪犯。易小川生的还是蛮俊朗的，只是这说话怎么老是满口胡言乱语的？我没有胡言乱语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时代的。夏公子，你看这易小川该怎么办呢？这易小川十分的双标圣母，只要是易小川的兄弟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我听说啊，最近宫里在招一批太监，你看这易小川长得白白净净的，如果把他送进宫去，说不定你还真的会得到奖赏呢。夏公子言之有理，感谢指点。我看这易小川也不是十恶不赦，就别斩首了，给他换个好的职位吧。谢谢啊！不客气，在新的职位上好好努力。我一定会的。此事结束后，虾仁打开系统赠送的世界地图。燕帝，这不正是吕公一家所在之地？要在这乱世一统天下，少不了手下辅佐啊！转念一想，虾仁决定先前往沛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要第一时间找到萧何。说罢，虾仁骑着宗师马朝着远处飞奔而去。爹，不知大姐是否安全到沛县？放心吧，玉质早已来信，已在沛县等着我们呢。对了，爹，我听管家说你要把大姐许配刘季。缩苏，刘季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泼皮无赖，但他并非池中之物，以后定有一番大的作为。爹，嫁个寻常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好吗？休要胡说，我们李家光宗耀祖，就看你和你姐俩人了。一阵马匹的嘶叫声从外面传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愚公，有匪徒！你躲在车里面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大爷，这是给您的过路费，我们是从远处菏泽来的，从这边界道过去一下。就这点钱，哪能够啊？你们打发叫花子！住手！你们不要杀我爹！真的没想到啊，车上竟然有如此绝美的女子。在下吕公，这位是我女儿吕素，感谢壮士救命之恩。老人家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的举手之劳，我李家莫齿难忘。素素，快来拜谢这位壮士。小女子见过公子，谢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对了，夏公子你前往何处？沛县。太好了，我们也前往沛县。夏公子是否可同行？好。这不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吗？在下泗水亭长刘季，不知道这如花似玉的姑娘该如何称呼？我叫吕素，这位是虾哥。原来是吕公的女儿呀，咱们也算亲家了。你这手伸出来拉别人的吃食做什么？这位兄弟，这边的牛肉比较硬，我帮2位尝一尝，看这牛肉煮熟了没有。店家，这位说是泗水亭长刘季，说你家牛肉太老了，煮不熟啊。刘季，你好歹也是亭长，我们这做小本生意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要到县大人那里去告你了。别，我就是说说而已。虾兄弟，看你骑着宝马，应该是武艺不凡吧？也就100来斤吧。100来斤，要不我们做个朋友吧？我介绍当地的名士给你认识。我说刘季，你这么大个亭长，不会没有钱吃饭吧？
虾兄弟得罪了我刘季，在这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不是今天在这沛县城，可能就不仅仅是打脸了，我可能会直接取你性命。他不知道杀掉这些人会不会导致后续历史的错乱，但从此之后，这里将是他虾人的时代。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这刘季蹭吃蹭喝可是首屈一指的，就没有谁不让他蹭一顿的。哎，现在都什么世道？隔壁家老三被抓去服徭役，听说不是修长城，就是净身进宫，真是一点活路也不给呀！你可千万别乱讲话。我听说弓弩营还没走远，就在沛县北边20里处。弓弩营，这膏药很可能就在这里面。这人可是个不错的厨子，以后的口粮就靠他了，可不能被淹了。素素姑娘，你先自行回家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。虾哥，我们还能见面吗？放心吧，我办完事就会回来了。随着一声嘶鸣，虾人迅速朝着沛县的北边奔驰而去。你是什么人？弓弩营也敢闯？我奉蒙恬将军之命，这里面有个人要带走。呸！这里可是李斯丞相带队，蒙恬是个什么东西？哪来的滚回哪去！此时的膏药被绑在一根柱子上，他的面前桌子上摆着满满的全部都是鸡蛋。3个公公打扮的人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鸡蛋吃了几天了？张公公吃了3天了，一口水都没给他喝过，绝对保证净身的时候干干净净。很好，那就马上净身吧。这大妈吃这么多鸡蛋，竟是为了我的大宝贝。不是说穿越就能3宫6院吗？怎么自己一穿越成了太监了？随后膏药4肢全被拉开成了一个太字形，固定在了一张木板的台子上，还有一名手里拿了一把又短又明亮的刀子，在一处青石上将刀子磨来磨去，这滋滋滋的磨刀声听得膏药心里崩溃到极点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吧！你这小子怎么这样啊？送你进宫是你的福气，说不定哪天你就发达了。是啊，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就你这穷酸样，在这世道中也娶不到老婆的。不要，求求你们了！想开点，要那东西真没用。他妈的，让在这周围巡逻，又跑哪去了？这帮饭桶！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大秦朝弓弩营，你也敢闯？张公公手拿20厘米的短刀，一点一点地走进膏药。不要怕，马上就结束了。这玩意儿要了真的没用，你看我们都没有。这位大哥，谢谢你，小弟永记大哥恩情。走。请问你们找谁？这是吕公家吗？你是虾哥吗？我是虾人，深夜叨扰，劳烦姑娘了。虾哥，快进来，我叫吕雉。这是膏药，好多天没喝水了，劳烦姑娘给照顾下。虾哥，你放心。虾哥是哪方人士？我来自大隋。哦不，我来自咸阳。咸阳好，咸阳可是天下都城。听说你和那刘季有婚约？不，虾哥不作数的，那都是我爹一厢情愿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不嫁最好，不然很快就成寡妇了。第2天一早，虾人便拿着鱼竿在小溪边钓鱼，准备给醒来的膏药准备一些食材。虾哥，你这样子能钓到鱼吗？钓鱼嘛，就钓个心情，管能不能钓到干嘛？虾哥，等你钓到鱼了，我回去烧给你吃。素素，今天的午饭不需要你了，我们有厨子了。有厨子？虾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你看，说厨子就到了。感谢这位大哥救命之恩，小弟没齿难忘。膏药，先别没齿了，把你大厨的技术施展一番，让我中午好好吃一顿吧。虾哥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厨子？未卜先知，知道吗？就像昨天，如果再晚去2秒，你那3两肉就没了。虾哥太厉害了，佩服。不得不说，膏药作为曾经的5星级大厨，的确是名不虚传。即使在这秦朝调料稀缺的情况之下，还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最纯正的味道。虾哥，这是我新研制的鱼肉汤。高大哥，你这是怎么做的呀？一定要教我。好，马上就教你。锅里还有呢，你赶紧和你姐姐去吃吧。我刚好给虾哥说点事情。对了，素素，你待会给你姐说，这个鱼肉汤是我亲手为她做的，让她多喝点。膏药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虾哥，你觉得那个吕雉怎么样？见过几面，怎么了？虾哥，我那天醒来的时候，吕雉在照顾我，我挺感激她的。我想，
但他说心里有人了。你说他心里的人是刘邦吗？对了，夏哥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这刘邦他以后可是要当皇帝的，我怎么比得过他？怎么比不过？当皇帝怎么了？宰了他不就是了？夏大哥，你说真的吗？有什么真的假的？该杀就得杀。后天重阳节的时候，这吕公要举行慈善午宴，到时候刘邦一定会来。感谢夏哥，我高要发誓，以后我就跟着你，无论任何时候，我都对夏哥忠诚。虾哥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说是叫什么萧何？什么？竟然是萧何？这历史记载，刘邦离开萧何的话，那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建立汉朝，可见这萧何能力不一般。快让他进来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你们这是？沛县主力院萧何拜见虾公子，这是我大哥萧科的骨肉。得知你杀了二当家，便带侄儿前来拜会。冥冥中自有天注定，竟然跟萧何在这种情况下扯上了关系。起来吧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可不是举手之劳，是兄如弑父，血海深仇。萧何感激不尽。就这样，虾人阴差阳错间结识了历史上的汉朝丞相萧何，他们促膝长谈许久，直至晚上才离开。谁呀？我高呀，雨季小姐。进来吧。这是我做的莲子汤，很好喝的，我特意给你端了一碗。放在桌子上吧，我现在不想喝。吕雉头也没回，只是站在另一处的窗口。他看见妹妹吕素进了虾人的房间，脸上露出了怒色。高耀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些事想跟你讲。有话你就说。我想请求你的爹爹把你嫁给我。高耀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厨子？厨子怎么了？厨子可以为你做很多好吃的。我要的是吃好吃的东西吗？我要的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。你瞧瞧你，整天就知道做饭去巴结人，深夜进我房间里就罢了，还说一些污言秽语。吕姑娘，既然你的心上人不是我，那你的心上人是刘邦吗？我喜欢谁和你无关。这个世界真的如沙哥所言，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只有权势才是一切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赶快起来！沙哥，我要进宫去当太监。什么？当太监做什么？我刚把你从弓奴营救出来，你现在又想去当太监？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沙哥，在这乱世之中，要我立为我立，只有进宫才可以出人头地。这小子绝对疯了，可惜身上没有龙象丹。高耀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高耀以后绝对可以成为顶级大厨。沙哥，顶级大厨也没用啊，我要有权势。他们说的对，要这东西真没用。我知道您是蒙家军的人，你送我进宫吧。这历史虽说会被改变，但是对赵高这条线上，可能还是要滚回原路去。但虾人也不会让高耀再受在原剧中的那种苦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请蒙家军帮忙把你送进宫去，保障你不被阉割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进去之后助我一臂之力。夏哥，你放心，我高耀这辈子命是你给的，我进宫之后必将和你里应外合，帮助夏哥建立丰功伟绩。好，有此大志，不错。夏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咸阳？很快，在这重阳节的这件事情办完之后。对了，高耀，你去帮我弄一些蟒蛇来。蟒蛇，夏哥，这是他刘邦不是说自己能斩白蛇吗？重阳节上我让他斩斩看。明白了，夏哥，我这就去办。高耀是个聪明人，本身又极为忠义重情，一接收到任务，他根本不问缘由，直接快速出门。重阳节，刘邦你也该死了。重阳之日，吕公家中沛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在秦朝的这个时候，商人地位很低，吕公一个个上前去打招呼敬酒。大哥，有酒喝。一个5大3粗、络腮胡子、袒胸露乳之人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竟然是沛县的屠夫樊哙。没想到虾兄弟也在此了，失敬失敬。刘亭长客气了。酒过3巡之后，刘邦借着和樊哙喝酒的机会，在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话。诸位，喝酒太没劲了，我樊哙手养的慌。夏公子不知有没兴趣和在下切磋切磋？我没有兴趣，你自己玩吧。我来，我刘季虽然剑法一般，但是我也有勇气站出来。听说泗水亭长刘季斩过白蛇，那都是陈年往事了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呀。我大哥斩过白蛇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整个天下都知道。哦，是吗？正好我这抓了几条大蛇，我大厨子不敢杀，那就有劳刘亭长了。我操！虾人，你坐身。刘亭长，这就2、3米长的普通蟒蛇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虾人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这里还有一条。嘿嘿，你还斩白蛇？我看是白蛇缠身吧。往城西去。嗨，这大哥，家不是在东边吗？为什么往西边而去？我看今天虾人来者不善，这人城府颇深，我们还是出去多几天。
吕公、萧何在下不胜酒力，先行告退。夏公子请便。宗师，走。夏哥，这刘邦家寨城的东边，我们怎么往西边走？这刘邦生性多疑，他出了门之后绝对不会回家。我说大哥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下人就是个缩头乌龟。樊哙，在一个武者没有出剑之时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武功高低，千万不要低估人家。大哥，我没有低估他，我觉得他就是个缩头乌龟。你个粗人，少讲些废话。刘邦话音刚落，距离他们500米左右，有2匹马疯狂地冲了过来。是虾人，加速！嗨，大哥你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兄弟，此人深不可测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大哥放心。你这厮追我们做甚？虾人竟然杀了樊哙，我刘邦到底跟他有什么仇？无论什么原因，这下人杀了我兄弟，我定要他偿命。大哥，照顾好我的父母。夏侯婴，不可！照顾好我的父母。我刘邦在沛县交友广泛，规则之内从不胡来，但这虾人完全不按规则办，上来就杀人。刘邦自知夏侯婴不是虾人的对手，这样拖下去必然会死，便朝着左边悬崖而去。在他看来，他就算死，最起码也能留个全尸。而夏侯婴本身的武功并不高，他原本也只是刘邦的一个车夫而已。虾人为了节省时间，纵马一跃而起，冲夏侯婴头顶飞了过去。他身后是一道高达几百米的悬崖，如果掉下去的话，必死无疑。虾人，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杀你还需要理由吗？虾人，你够狠！我现在不狠的话，以后就轮到你狠了。虾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高要拿弓箭来。刘邦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虾人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高要拿弓箭来。宿主在平衡世界杀戮国道很辣，特送来穿云神功。穿云神功，夏哥，这地方我听说过，是沛县郊外的断肠崖，深不见底，根本没有任何活路的，下面元兽众多。回去派人去这悬崖下面看看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夏哥。高要进了宫之后，如果你对自己的敌人仁慈一点，那么下一秒你的敌人就会要了你的命。我记住了，夏哥，你放心，去了宫顶之后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虾人刚刚进到沛县的县城，只见吕肃在城门处赶紧跑出来。虾哥，虾哥，你不要回去，先不要回去。怎么了？虾哥，来了很多官兵，个个凶神恶煞的。官兵，走去看看。拜见虾公子。这是蒙家军，都起来吧！什么事？虾公子，我可算找到您了。末将苏角，蒙恬将军找你有急事，并且让我们35人誓死追随效忠。什么急事？虾公子，蒙恬将军的亲弟弟蒙毅生病去世了，这是蒙将军给你的书信。蒙毅突发病亡，皇上命我前往山海关找一个叫崔文子的神医，听说他能研制长生不老药，希望吴帝能替为兄去看一看虚实。崔文子，哦，明白了。苏角，有件事你先安排人去做。虾公子吩咐。派人将膏药送到蒙家，另外我会写一封信给我表哥蒙恬，还有城外有个黄土悬崖，那下面今天跳下去一人，可能没死透，派人去把他给我割喉。末将领命。第2日一大早，虾人带着苏角等30几人准备出发山海关，而吕公担心吕肃的安危，便将吕肃留了下来。深秋季节，天气已经较为寒冷，虾人在马上骑了大半天之后，准备夜间在这里休息。苏角将军派4名战士前出侦查，一是看有没有神医崔文子消息，另一个打听下这里距离山海关长城还有多远。末将领命。坐下之后，虾人拿出钝饼，一口咬了下去。这怎么这么硬？这种干料跟后世的锅盔饼差不多，在这里叫做钝饼，厚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。天色微微暗下来之时，虾人给火堆里加了一点柴火。他看着满天繁星，突然间想起在那沛县时，他与素素坐在河边一起看星星的场景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件动物皮毛制成的长大衣披在了虾人的背上。苏角将军，你还随身带着这种大衣啊？苏角没有讲话，虾人奇怪地看向四周，后面只有一个清兵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站岗。啥情况呢？过了几秒钟之后，又有人从身后拿了个酒坛递给他。哎呀！他转过头来一看，刚才一直站在自己边上的那个清兵，竟然是素素。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虾哥，你都把我手拽疼了。快，这么寒冷的天，你把大衣给我穿上干什么？还穿着亲兵的盔甲，这到底啥情况？虾哥，你不要怪苏角将军，是我请求他让我跟着的，也让他不要告诉你，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。那你爹呢？我偷跑出来的，我爹不知道。
原剧中那易小川离开沛县的时候，吕素也是偷偷的跑出去跟随着，一路相伴，还在瘟疫期间救了他的命。可是最后易小川辜负了他，让他孤独的死在他乡。素素，快休息吧，骑了一天马累了吧？谁让你跟来的？这车后面还有辆马车呢，明天就坐马车。虾哥，我去给你打洗漱的水。不用了，天都这么黑了，早点睡吧，我也马上要睡了。虾哥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苏角那里挤一挤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赶紧睡吧，明天早上还要赶路呢。吕素脸上浮现着淡淡微红，他赶紧从帐篷中跑了出来。还没等虾仁走到苏角帐篷那里时，吕素跑过来一把抓住虾仁的胳膊。虾哥，不要去，不要去苏角那里，那你要跟我住一个帐篷。在这个时代，女子的地位远远及不上男子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女子如果失去名节之后，她会被万人所唾弃，以至于自杀身亡。而现在吕素如此待她，很显然吕素的心里已经装满了虾仁。虾哥，洗洗脸洗洗脚吧。素素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不需要你这样。吕素蹲在大帐的角落，低着脑袋，眼眶红红的，仿佛要哭出来一般。素素，你怎么了？是想家了吗？虾哥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服侍你洗脚？素素，我就是看你白天也比较累，想让你休息一下。我才不辛苦呢。这吕素果然如之前看剧时一般，真的是极品的好女子。好了，素素，可以了，我的脚已经非常舒服了，你赶紧洗漱一下，进被子休息吧。虾仁这句话让素素的脸又红了。这是要跟虾哥一起睡觉吗？他走出大帐，将刚才的一些水全部倒掉。吕素再次进来之时，虾仁手里捧着一卷竹简，正在油灯下认真的观看，伸出双手在虾仁的肩膀上轻轻的按摩起来。吕素满脸通红，身体微微有些颤抖，心里紧张到了极点。就在这一刻，虾仁一个温柔又霸道的吻一下子落在了他的嘴唇之上。正式办完之后，突然听到外面阵阵马匹的声音。虾哥，怎么了？待在帐篷里，不要出来。只见帐篷边上涌过来密密麻麻的士兵，约有100人左右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来这山海关？来为秦皇找长生不老药这件事情本身就极为隐蔽，也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他们的身份。校尉，今天修建长城的死囚逃走了10个，如果我们把他们抓回去，不但能免去处罚，而且还能得到奖赏。给我将他们围起来，带回去。你带5个人去保护好素素。虾公子，你的安全为上，我带着其他人挡住这些官兵，你和吕素快速逃跑。逃跑？现在想逃跑还来得及吗？听你们这口气，还有女子！众将士听令，将这些人全部押赴奴隶营修建长城。那位女子留下来，我要带给王将军。苏角，我刚才已经下过命令了，你没有第一时间去落实，你记住了。等一会儿这些人宰了之后，自己领取10军棍处罚。这虾公子的武力比蒙家军的统领蒙恬还要更为可怕。虾公子英明神武，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苏角，为将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属下知错，为将者最重要的是服从命令。刚才属下心急担心公子的安危。行了，刚才所说的棍刑立即实行。就在这时，远处黑夜中有一个人影一瘸一拐地跑了回来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虾仁派出去的3名侦察侍卫之一。虾公子，苏角将军，说清楚怎么回事？虾公子，我们3人到山海关之时，遇到了那里的官兵，他们根本不问缘由，就将我们抓了起来，说是他们运过来的死囚姚毅逃走了几人，要拉我们去充数。我们在反抗之下死了1个，还有1个被抓走了。什么？是那边的山海关大营吗？是的，虾公子，他们的人实在太多，至少有2万的守军。我们是不是回去禀报蒙恬将军，调兵过来？胡说八道！怎么调兵过来？军队之间有内斗的话，这是大忌。虾公子，我求求您了，被抓的是我表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扶他下去休息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去会这山海关大营。虾公子，我们20几人去会他们2万甲士兵。既然你们跟了我，我就不能抛弃一人，谁杀了我的人，就得付出血的代价。别说他是2万人的队伍，就算是20万人，那又如何？要知道，乱世之中，士兵在一个几万人的队伍当中，就是炮灰，死一个没有任何人会在意。我等誓死效忠虾公子。挨了10军棍的苏角屁股疼得厉害，但当兵多年的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虾仁，这20几人对2万人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刚走进大帐内，虾仁正坐在桌前的油脂灯下，在认真地看着一张地图。苏角，过来坐。我还是站着吧。
苏角，秦国虽然强大，但是赋税徭役实在是太过沉重，这世道要大乱，仅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到那时，我们就不仅只有这20几人，所以军队一定要服从命令。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想过。听到此话时，顿感虾仁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人。属下愿永远跟随虾公子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起来吧。虾公子，前方的山海关大营有将近2万人，我们才20几人，真的要去碰碰？苏角，打仗要靠脑子，并不是非得完全性的硬碰硬。长城附近的流民约有8000人，他们目光呆滞的背着土，一步一步的走得极为的艰难。别逃，老子打死你们这些囚奴！可这些骨瘦如柴的囚奴，怎么可能跑得过这些精壮的士兵？他妈的，老子让你跑！你跑啊？怎么不跑了？官爷别打了，求你了，让我和未婚妻见最后一面。呸！就你这熊样，还有媳妇儿，你真的是找死！他是范喜良，孟姜女的丈夫。苏角，我们前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关你何事？滚开点！秦朝律法虽严明，但不是让你们胡作非为的。给老子撒开！你们找死不成？在下龙且，感谢2位的救命之恩。龙且，他可是在这个时代非常著名的将领，打仗勇猛，足智多谋，也为刘邦立下了犬马之劳。起来吧！你们刚才杀了士兵，赶紧逃吧！这里还有2万多名士兵在山谷前头。就在这时，虾仁派去的士兵匆忙跑了过来。虾公子查到崔文子神医的下落了，就在函谷关山谷那里。什么？崔文子在函谷关山谷？是的，虾公子，听他们说那边好像出现了瘟疫，所以崔文子神医就被抓去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我也去，我妻子可能也在那边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一处山顶之上，居高临下，山谷中鞭子抽打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真看不起这些士兵，男儿该在战场上驰骋沙场，怎么能对普通的百姓如此残忍的虐待？就算他是死囚，也有律法来治。就在这时，这山谷之中的一处大帐子里面，一下子冲出来一个女子。大人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见见我的相公吧。孟姜女，我早就对你说过了，你相公已经死了，要不是看你跟着那医生还有用，我早就禀报王将军。让我看一眼他的尸骨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良子，先不要急，再看看虾公子，我能否下去找校尉，跟他交涉一番？你找他也没用，他要的是升官发财，你能给他吗？范喜良，想见你的妻子会很危险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为了妻子什么都愿意。虾公子，算我一个，我有很多兄弟在下面，我去方便一些。好，等一会你们从这山谷下去之后，从边上混进去，然后这样做。因为死囚众多，到处都有挖土烧土之人，他们俩人很快装扮成搬运土块的人员混了进去。范喜良走到一处死囚奴隶最多的地方，装作脚下一滑，一下子将边上的2名死囚纷纷撞倒。这一举动让远处的3名士兵拿着皮鞭一下子走了过来。让你们偷懒，赶紧给老子起来干活！龙姐的任务就是火上浇油，他一把抓住打范喜良的这根鞭子。你凭什么打人？摔倒了为什么要打人？我几个同乡都已经累死了，你们怎么还在打人？我们死囚都不是人吗？这地方有瘟疫，还让我们在这里修长城，就是要让我们全死在这。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，往死里打！龙姐又上前一步挡住了2名士兵的鞭子。范喜良趁着这个时机大喊：没东西吃，没衣服穿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各位奴隶大哥们，我们注定全部要死在这里，还不如放手一搏。这山谷外面扔的全是我们同伴的尸体，我同乡来了8个人，他们都死了。对呀，这里有瘟疫，为什么让我们在这里？很显然就是想让我们死。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修完了一段长城，我们罪行就一笔勾销，现在为什么不放我们离开？他们说的对，这些狗屁官兵就是让我们死在这里，把尸体埋在长城下面。对，大家没听到吗？这名小兄弟已经说过了，他同乡8个人已经全部死在这了。这时一名校尉走过来，对着最边上一个义愤填膺说话的死囚。而这一剑也让边上的很多人心惊不已。范喜良为了自己的妻子也豁出去了。看到了吗？他杀人就跟杀猪一样，他把我们当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一剑就杀了。他妈的，老子今天定要宰了你！天神下凡呐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奴隶大哥们，杀啊！一下子，整个山谷都乱了。8000多名死囚在这一刻，向着旁边的那些士兵挥砍而去。
2万人的军队在虾人的100万巨力面前犹如蝼蚁，一拳便是上秒。虾人的加入，仅仅半个时辰，2万名士兵的尸体全部躺在血泊之中。感谢虾公子的救命之恩。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你们所有人，如果以后想跟在我后面干的，站在左手边。众人听令，纷纷开始站队，最终留下来愿意跟着的有5000人。你们想不想在这世界上有一番作为？我们愿誓死效命，我们愿奉您为将军。就这样，5000名的死囚成为了虾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第一支军队。好了，龙驹、苏角，你2人抓紧时间安排军务，将所有5000名囚犯按照军队建制进行编制。虾将军神医崔文子在前方营帐，走去看看。虾将军高德啊，救了这么多死囚的命，也不算高德，救了死囚的命，同时也杀了官兵的命。虾将军果然是风趣之人。崔神医，当前这里的瘟疫情况如何？大致已经控制住了，但是很多人的情况仍然得不到缓解。我刚才经过山谷，这里老鼠众多，可能是由尸体和老鼠引起的鼠疫。真没想到将军在医学上也竟然有如此深的见地，正是鼠疫，不知道将军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？你可以试一试用茼蒿，另外在穴位处放血来刺激穴位，提升免疫力。你说的这2个方法，在下倒是闻所未闻，真是孤陋寡闻了。我这就去一试。崔神医且慢，在下还有一事相问，不知道关于长生不老药的事。秦王的命令，在下自然不敢怠慢，只不过还缺少一样东西。何物？宫廷内务府的深海夜明珠。这个好办，过几日我让人给你送来。没等崔文子说话，虾人便转身离开，他要尽快带队伍离开这里，毕竟这里有瘟疫发生。没过多久，众人便在距离山海关30公里的一处隐蔽的山谷之中扎营。报告虾将军，有2封您的信件。这2个信封分别是蒙氏家族所写，还有一封是宫中膏药的信件。虾哥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现在在胡亥的宫廷，在宫里还碰到了另一个朋友，叫易小川，而他跟着公子扶苏处处跟我作对。他居然碰到了易小川，还跟了扶苏，他不是应该还在边疆吗？这第2个信件上面的内容很简单，蒙恬带领1万兵马去往图安国接玉树公主献给始皇帝，丞相李斯从中作梗，宗族内蒙氏的老人请求虾人能去相助。蒙恬仅只有1万兵马，遭到伏击，很可能是有去无回。这蒙恬背后可是20万蒙家军。龙驹，挑选有打仗和骑马经验的500精兵，随我一起前往图安国。末将领命。苏角，你留守在这里，给我训练出一批骑兵来。天下即将大乱，骑兵非常重要。末将领命。虾哥，你真的要离开吗？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？素素，这次我去图安国是要打仗的，你留在这里比较安全。素素虽有不愿，但终究拗不过虾人。天气严寒，冷风凛冽，跟往常一样。虾人早早让素素进了被窝休息，而他自己研究了一下行军路线，也进了被窝。黎明时分，龙驹已经将500军士全部挑好，皆是死囚中曾经犯过杀人之罪的猛人。所有人沿途之中不准骚扰百姓，避开军队要塞和哨所。是，将军，这次要对付图安国，我要不要多带些人马？不可，500人是秦国可以养幕府私兵的极限，时机未到，不必要的麻烦能避则避。属下明白。走，我们出发。秦朝皇宫内，高耀刚从公子胡亥的宫殿中走出，缩着脑袋，因为没被阉割，宫中乃是大忌，所以万分小心。不久之后，这天下就会落在自己的公子胡亥手里，我得好好给他做点好吃的。随后便朝着御膳房走去。妈呀！小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兄长，我来给贵妃带一些蜜枣过去。快去吧，万事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。小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膏药，以后我们不再是兄弟，没想到你想高升，如此卑贱。小川，我们穿越过来能干什么？你我都成太监了，只有爬得更高才能活命。我才不是太监，我没被阉干净，他也没被阉割。那我让你和小月在一起，你那天告诉我说你是太监，不能喜欢女子，可以？小月我已经不喜欢了，我喜欢别人了。易小川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你敢打我？
我要你做真太监，我要你们严干净。住手！你们立即停手！宫廷之内怎可私斗？你们两个是找死不成？都是哪个宫的？王公公，我是易小川，扶苏公子宫里的。王公公一听是扶苏公子，他可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。易小川啊，做事情很机灵，跟着扶苏公子有前途啊，好好干。多谢王公公。你是哪一个宫的？我是治火胡外公指引时的。来人呀，给我打，重重的打，不守规矩。王公公，李四丞相等候多时了，差点把这事忘了，晚点再来收拾你。我们走。王公公，李丞相，不知这么晚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在下有要事需要王公公帮忙。丞相客气了，有什么事还需要我帮忙的？是这样的，蒙氏宗族在琅琊郡有5万的蒙家军，我想派长子李由前去接掌，但是前去宣旨太监。我明白了，丞相大人是想找一个机灵点的太监，跟着李由公子一起前去。王公公果然是聪明人，那不知道陛下那里？陛下那里我自然会去请旨，王公公放心。好，扶苏公子的府里有一个小太监叫做易小川的，做事颇为机灵，马上我派他跟李由公子前去。金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要么留下你的命，要么留下玉树公主。这是你们图安国大王答应的和亲，你这样做不顾两国的安危吗？废话少说，玉树公主是我的，斩杀蒙恬，切勿伤到玉树公主。王离，你带人掩护玉树公主快速逃往秦国境内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是。叶震，想走，你们挡住他，其他人跟我追。不好，这。然而此时，在这山坡之上，一对蒙面青衣探出了头来。将军弩拉过来。巨型弓箭飞速向着蒙恬射过去。还没等蒙恬反应过来，只见那山坡之上又一根恐怖的巨型箭矢射了下来。其他的蒙面人全部涌了上来，已经受伤的蒙恬根本挡不住这些杀手，身上不停地被刀戳出伤口来，鲜血四溅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此人知道也没用，受死吧！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队人马。只见马上一人威风凛凛，手握穿云神弓，显得霸气无比。臭小子，终于来了！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500名已经全副武装的死囚，边骑马边射箭，一波弓箭杀过去。蒙面人队伍仅剩下了1200人。给我挡住，挡住！无论如何，蒙恬，你今日都必须死！说你们是什么人？杀了我，杀了我吧！你不说，我也能查出来。如果今天你说了，罪不及家人，我只杀你一人。是丞相李四丞相。家人，快去救玉树公主，不要让她落在金将军的手里。表哥，您的伤势？我没事。快去救玉树公主，这是蒙家军的军令，你拿着。表哥，我先带你去找大夫。别，在这个世界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李斯。龙驹，你带着剩下的兵马，将我表哥蒙恬送回咸阳。另外，告诉蒙氏宗族的族老，让他们以蒙恬出殡的理由离开咸阳。夏将军为何要离开咸阳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跟着秦国彻底决裂了。到时候他们待在咸阳，始终会形成掣肘之势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是。图安国，金将军，我要宰了你！而此时的王离带着玉树公主已经无路可走。金将军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前方恰好有一个山洞，他缓步地走向前，将虾仁放到石头上，从里面放置了一些柴火来看，可能是一些来此打猎的猎人临时休息的地方。也不知道眼前这位将军是否能够醒来。想着，玉树公主便将虾仁抱在怀里，她想用自己身体的温度来替虾仁保暖，好让他早一点醒来。父皇，女儿不孝。然后将虾仁的衣服解开，整个人扑了上去。外面的寒风呼啸，寒气一波一波地刮进洞中。女儿不孝，失了名节，图安国要遭遇大难了。公主，将军，你醒啦？醒了，玉树，谢谢。
将军，是你救了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让你受一点苦。玉树，你好好休息一会吧，我去找点吃的。将军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叫虾仁，虾仁的虾，虾仁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山崖的顶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寻找玉树公主的声音。玉树公主，你在哪里？大王派人来找你了。玉树，你想做大秦的丽妃吗？始皇帝已经很老了，而且听说他身体坚持不了多久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以后你不再是大秦的丽妃，至于你的族人，我不会让他们动一分一毫。虾哥，那可是秦朝的始皇帝呀。始皇帝怎么了？他建功立业，统一六国，固然是丰功伟绩，但是现在他老了，也病了。我不夺天下，自有他人。我们走。虾哥，去哪里？去要这天下。琅琊郡蒙家军大营，王离将军手上缠着绷带。王离将军，朝廷上知道谁来了？回兵将军是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将军。蒙将军尸骨未寒，这就已经派人来收回军权了。圣旨到，蒙家偏将军王离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佐里斯丞相之子李由担任蒙家军琅琊郡5万兵马主帅。我们这是蒙家军，理应由蒙家之人前来接管。且自从蒙家军建立之初，陛下就有言在先，蒙家军世代相传。蒙毅前段时间病死了，蒙恬又因为决策错误导致大军陷入陷阱，自己也已经失去了生命。你们说蒙家还有什么后辈？蒙家还有一人，还有一名虾仁公子。虾仁？哼！你们说蒙家那个远房子弟虾仁了，听说从悬崖上掉下去了，尸骨无存。虾仁死了，死得好啊！让你陷害我入宫。我早就听说始皇帝陛下已经生病了，肯定是丞相伪造的。对，大胆！将士们不要生气，这确实是始皇帝陛下发的圣旨，我以我项上人头保证。我呸！你的项上人头值几个毛钱，一个阉人而已。你们都住口！你们是想造反吗？造反又怎样？你又能奈我何？众人一下子十分震惊，纷纷回过头去，只见到远处棕色的汗血马宗师奔驰而来，特别是接亲归来的王离副将军，更是把虾仁当成战神一般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那是虾仁公子，虾将军，虾将军。都给我住口！虾仁，你大胆！你可知前面这女子是何人吗？那是我大秦始皇帝陛下的丽妃，你竟然敢将她相拥入怀，将虾仁给我拿下！虾仁，你作为大秦将领，竟然敢将丽妃拥入怀中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们都看到了这虾仁。傻逼死鱼话多，这个道理不懂吗？虾仁，你是蒙家的一员，应当对秦朝尽忠。你要放了丽妃，让她入宫去。蒙家军听令，蒙恬将军死之前将蒙家军交付给我，有没有谁不服的？请虾将军掌管蒙家军，我等誓死效命。我等誓死效命。虾仁，你要造反吗？我就是要造反，怎样？虾仁，快放开我！我这还是穿越者吗？真的是太失败了，经历的都是什么事？王离将军，我听说这一小川某些东西没有彻底清理干净，你给他帮帮忙，就在那个帐篷里。虾将军，我们这里随军郎医，技术不是很好，万一感染，该割是肯定要割的，如果感染了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是来人的。虾将军，你别这样，求你了，别这样。虾哥，秦朝始皇帝会不会派兵过来啊？放心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这天下已经大乱，秦朝顾不了我们。啊！嘿嘿，穿越者穿成你这样子的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始皇帝在第5次巡游天下之时重病不起，丞相李斯一向以来与公子扶苏政见极为不同，便第一时间就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封锁，同时派高耀前去给公子扶苏传旨，让扶苏服毒而死。而后扶持年幼的胡亥为帝，自称仲父。胡亥登基后，对高耀的话也是言听计从，并赏赐他姓赵，又名赵高。赵高，你个死太监，祸国殃民！扶苏公子贤德无双，你竟然派人让他服下毒药，你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。小川，这全天底下的人都可以骂我，唯独你小川不能骂我。当我得知你未被阉割，我是何等高兴，可你却说我是阉狗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赵高，你不要叫我小川，我没有你这样臭名昭著的兄弟。白记一个，拉下去吧。琅琊郡蒙家军大营之内，虾仁站在军营门口来回踱步。
虾哥，你大清早的在这里等谁啊？等一位先生。前几日我修书给他，按照日程来说的话，今天应该要到了。启禀虾将军，帐外有一名叫萧何的求见，快让他进来。虾将军，萧何有礼了。你能来，我十分高兴。既然之前答应过虾将军有事必应，我哪有不来之理？不知将军招我何事？不急，喝口热茶。虾将军找萧某前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萧何，你觉得现在天下大势如何？情况不容乐观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马上各路起义的人会络绎不绝。萧何，你愿不愿随我一起干一件大事？虾将军是想在这天下乱世之中成为一方诸侯？我要做这天下的王。既然虾将军有如此壮志，萧何愿为鞍马，鞠躬尽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跟我来。萧何，以琅琊郡为基地，你尽快回往沛县，让吕公去北方采购大量马匹。往里大泽乡这里徭役非常严重，天下之事矛盾点最为集中。如果要造反的话，这边可能会首当其冲。秦朝的章邯将军守着黄陵，他也是秦朝最为厉害的一支兵马，让他们跟这些造反的起义军先耗一耗。你抓紧时间练兵备战，等马匹到了之后，我要整整1支3万的骑兵队伍。是，虾将军，我这就出发，也正好回绝刘邦。毕竟我们多年好友，得给个交代。刘邦起义了，还邀请了萧何，这历史走向，这刘邦还活着。虾将军为何不调回山海关的龙驹将军？那边还有5000骑兵，他们还有其他事要做，你们先退下，让苏角来见我。苏角，你上次派哪个去悬崖下面查看刘邦的？让他来见我。将军要命，那刘邦给了我银钱，我家里有80老母。苏角，你要下次还带出这样的兵来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属下明白。派人送口信去往山海关给龙驹将军，告诉他率领5000人马立即前往沛县。是将军，我这就去。刘邦，这一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兵起义，一时间很多徭役纷纷响应。高要在虾人的授意下，不断的向李斯跟黄帝胡亥进言，最终受章邯为大将军，率领京城守卫军20万前去平叛。而与此同时，虾人快马加鞭，率领蒙家军2万骑兵，向着沛县奔袭。此行只有一个目的，亲手宰了刘邦。这个在秦朝末年最大的气运之子，必须第一时间灭掉。而陈胜吴广便交给章邯了，加速行军，快！妈的，这虾人杀我兄弟，我们定要斩杀此人。大哥说的对，定要为樊哙兄弟报仇。俺也呀，定要把这虾人大卸八块，断他的胳膊，卸他的腿。两位兄弟说的对，等下次碰到虾人那厮，一定要宰了他。我们先前往会稽，那里地域富饶，而且人口众多，能让我们人马进一步壮大。大哥说的对，俺也呀。刘邦，你这是要去哪呢？寄生虾和生邦，刘季大哥，我去为樊哙报仇。虾人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要如此追杀我？刘邦，你老是做个平民不好吗？非要起义？我就算是起义，我也打的是秦家王朝。你虾人现在得了蒙家军，不是也跟秦王朝对着干？你说对了，刘邦，我是跟秦王朝对着干，我也要跟你对着干。不光是你，后面所有起义的大军，我都要跟他们对着干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一起起义，一起推翻秦王朝不好吗？刘邦，我要的是这天下，且一人足矣。虾人，身后这些人全部都是我从沛县刚带出来的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刘邦，所有你带的这些人马，他们有反骨。这气运之子，老子从大隋过来，杀的就是气运之子，全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恭喜宿主心狠手辣，杀掉本世界最大气运之子刘邦，奖励宿主诸葛连弩5800。这诸葛连弩一次可发射10支箭，可比我的穿云神功好用多了。子龙，我爱死你了！不王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虾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素素想你了。你想我哪里了？素素上马，素素坐稳了。众将士听令，起兵出发九江郡。虾将军，我们不回琅琊郡吗？苏角，听说这九江郡盛产一种叫做九江酿的米酒，味道十分不错，我们去尝一尝。谢虾将军。
沛县离九将军并不远，天黑时分，夕阳刚下，大军便到达了九将军。龙且带领士兵就此安营扎寨，另外挑几个人随我进城。是。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虾人让他们换了便衣，带着旅宿朝着九江城镇走去。他们进城之后，在一处酒楼坐了下来。小二，来5斤狗肉，2坛米酒。好嘞，两位客官稍等。虾哥，我听说你救了图安国的玉树公主。你这小丫头，消息很灵通嘛。放心，就算我娶了玉树公主，她也只能当一个妾室。虾哥，人家玉树公主可是图安国的公主，荣华富贵惯了，咱家得好好装修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遮着脸男子慌慌张张地跑进酒楼。没过多久，几十个官兵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子。哎呀，刘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，刚才这里是不是前进了一个可疑人员？刘公子，这边都是一些住宿吃饭的，怎么可能有可疑人员？哼，最好没有。张良刺杀秦皇，那可是要诛九族的。给我搜，可疑人员全部格杀勿论。张良，张子房，他可是这个时期有名的谋士。他顿时明白了虾人的指令，赶紧朝着城外大营而去。张良，子房先生，出来喝一杯。这位公子，在下现在实在不方便，会给公子惹来很大的麻烦。来，坐下。无论如何，先把这碗酒喝了再说。张良很是疑惑，自己都是通缉犯了，还有人请他喝酒。也罢，好酒。把那贼人张良，还有桌边那2个人给我围起来。刘公子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这2位没关系，我只是讨杯酒水而已。那得我说了才行。哟，这位小娘子叫什么名字呀？登徒子，臭流氓。哟，还挺辣，把爷伺候好了，我可以饶了你们。后退，快后退！快去禀告郡臣大人，让他摇人过来。公子，这可是郡臣大人家的公子，这里虽没有驻军，但府兵也有上千，我们赶紧逃吧。子房先生，我们喝酒，等一会儿出了这九将军，可就没有这九江酿喝了。公子，这九将军还出得去吗？子房先生，你看我家素素，一个姑娘家都不怕，你一个7尺男儿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在下张良张子房，我张良来是做牛做马报公子大恩。不用来世，吃菜吧，这家的狗肉做得相当不错的。好，今天我就在临死之前陪公子好好的喝一杯，干！好酒好酒啊！杀我儿子的贼人在哪里？杀你儿子的爷爷在这里。来人啊，给我将这厮拿下，我一定要将他身上一块一块肉割下来。且慢，郡臣大人，此事皆是因我张良而起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哼，今天你们全都得死。郡臣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属下来迟，虾将军恕罪。子房，酒喝好了吗？好了，喝好了。不知道虾将军尊姓大名？我叫虾仁。虾仁将军，早有耳闻。将军乃蒙家军后辈英才，为人正直，不为朝廷强权，在下佩服。起来吧，我们走。而刚才那九将军的郡府士兵一个个害怕的往边上退去，刚死了儿子的九将郡臣也跪在了酒楼外面，不停的磕头。下官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将军，求将军饶命。苏角，刚才那郡臣大人说了，说要把我身上的肉一点点割下来，他可能对于凌迟这种游戏情有独钟。苏角满足他。是。龙姐，这酒将酿，买100车回去，让将士们尝尝。我将遵命。子房，我们走。3日后，大军抵达琅琊郡，玉树公主已在大营门口等候多时。玉树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素素。素素，她比你小，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。刚来大秦还不习惯，你以后要多多照顾。素素知道了。苏角，通知所有将领张良、萧何等全部大帐集合，准备议事。是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虾人正式摇旗，与这天下群雄好好较量一番。待建立不朽功勋之后，你们在战的所有人都是有功之将。如有将士丢了性命，他的家人和后代子孙都将享荣华富贵。前者为天，让那些腐朽闻风丧胆；只有一个止戈，才能让整个天下安静，不再嘈杂纷争；只有杀戮，才能让敌人闻风丧胆。我请求虾仁将军带领我们建立大秦王朝，立不是功勋。子房说得对，虾将军不再叫虾将军，我们应该称之为大王。等天下一统之后，殿下登基为帝。张良拜见殿下。拜见殿下。
既然大家尊称我为王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我们正式逐鹿天下。苏角，末将在。以后骑兵营交付于你，抓紧训练骑兵骑射技能。很快，我们将会有一场恶战。是。龙驹，末将在。明日一早，你集结2万骑兵、2万步兵，与我一同前往巨鹿。属下领命。张良、萧何。接着，虾仁对张良、萧何、王离等将领都做了明确的分工。诸位将士按照各自的工作，抓紧时间展开。属下领命。晚上，虾仁在自己的大帐之内又研究了一会儿地图。按照剧情的发展，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应该被章邯杀戮殆尽了。那么接下来，章邯会在巨鹿之战中大败于项羽。虾哥，该休息了，这么晚了。连站岗的士兵都没有吗？虾哥。虾哥，能不能什么？能不能让他也跟着你？我姐姐自从你离开沛县后，我还见她哭过呢，说你一点也不理她，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这个你看着安排吧。第二日一早，外面已经集结了几万兵马。殿下，2万骑兵、2万步兵已经全部集合完毕。章邯和项羽在巨鹿之地马上会有一战，我们必须赶过去，坐收渔翁之利。章邯将军是秦朝末年非常有名的将领，没过半月，章邯就将陈胜吴广的20万起义军打得所剩无几，陈胜吴广皆死。章邯势头正盛，一番商议后，将下一个作战目标放在了巨鹿之地的项羽身上，随后率领30万兵马，向着巨鹿郡浩浩荡荡奔去。而这一时期的项羽，在陆陆续续的楚国人奔赴相投以及几次小小战斗之后，也发展起来了一股不小的势力，总兵力达到了8万人左右。鱼儿，那章邯率领30万大军，不日即将抵达巨鹿，你可有退敌之策？亚父，我正想找你来商量此事，我愿率领5万兵马前去退敌。鱼儿，章邯有30万的军队，你5万人过去无异于螳臂挡车吗？亚父尽管放心，我心里已经有了妙计，你带3万兵马守住巨鹿郡。鱼儿，我知道你作战勇敢，有勇有谋，但是那章邯也是一代名将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放心的，鱼儿这就出发，等我好消息吧。所有人只带3日口粮，任何辎重一概不带。此一战，要么凯旋归来，要么死在漳水。出发。很快，项羽的5万大军抵达漳水附近，安营扎寨。爸，将军抓到一个咸阳来的女子，拉下去杀了吧。是。为什么杀我？这天下既然有如此绝美的女子，放开她，你们先下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虞姬。虞姬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到哪里去？我从咸阳来的，我要去琅琊郡。琅琊郡，你是虾仁的什么人？我不是他什么人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将军，你放了我吧，我真的要赶紧回到琅琊郡去。不行，你这次先跟着我去漳水，等我打完仗之后再说。小月心急地看了一眼项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其实他前往琅琊郡，主要是李斯在易小川的相助下，势力越来越大，高要处境非常危险，特让小月前去找虾仁营救。2日之后，项羽率领大军到达漳水河畔。这一次背靠漳水阻击章邯所部，只有一条活路，那就是将眼前章邯的30万大军打败。我们名垂青史，享尽荣华富贵；反之，我们将万劫不复。项羽真是一个莽夫，在漳水之前将自己的退路斩断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王监军这样直接打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章邯，丞相有令，让你尽快结束战斗，将兵马交付咸阳。你这样迟迟不进攻，你是何居心？行吧，那就打吧。全军听令，死囚方阵为一梯队，率先发动进攻。这一次打仗如果胜利，你们所有人的罪行全部赦免，禁卫军团在后面压阵，如果有胆敢后退者，斩立决。敌军还有3千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一时间，章邯的死囚军队和项羽置之死地的5万军队打在一起，顿时整个漳水河畔死尸遍野，漳水里鲜血横流。将5000把诸葛连弩在这山坡上全部架起来，等会儿听我的命令发射。是。王离，你带领5000骑兵从这漳水上由于回到对岸去埋伏着。我所料不错的话，那项羽等一会儿被这诸葛连弩的打击之下，肯定会渡过漳水逃跑。末将领命。苏角，范增所在的邯郸郡和巨鹿郡还有3万兵马。范增这个人一向小心谨慎，他应该会在漳水附近安排兵马营救支援项羽。你带1万步兵立即赶往巨鹿郡，如果他们的大军出城的话，将那巨鹿郡给我拿下。末将领命。项羽这一代猛将犹如战神一般，霸王枪下不知死了多少士兵，脚下尸骸堆积如山。过了不到2个时辰，章邯所部已经有部分兵马开始往后溃逃。
禁卫军，对于后退之人格杀勿论。可即便如此，逃跑的行为犹如传染病一般，溃逃的士兵越来越多，20万大军如无头苍蝇，兵败如山倒。放下武器不杀，下跪求饶不杀。丢盔弃甲的逃兵仿佛得到了希望，纷纷跪在了地上。而项羽的那3万骑兵已经杀红了眼，天空之上一下子犹如下雨一般，无数箭矢席卷而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将军，前面有伏兵，前面有伏兵。伏兵是哪路兵吗？将军，好像是夏王虾人。虾人怎么又是你？上次你杀我叔父，现在又在这里算计于我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快退，从河水逃走，全军听令撤退。水虽然不深，奈何河水实在湍急，大部分楚军没走2步就被湍急的河水卷得如影无踪。项羽天生神力，也用了半个时辰才到达漳水对岸，士兵也只剩下几千人。虾人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个仇我项羽一定要报。报仇，项羽，你可真的想多了吧？快撤，撤！放箭！项羽中箭了，快追！羽儿快，快过来！要货！王将军，好像是楚军援兵到了。范增竟然来这里了，那么苏角那里肯定成功了。听我口令，可以？是。跪下！我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虾人。章邯，你知道这场仗为何会输？成王败寇，有什么好说的？项羽可仅只有5万人，居然把你的30万军队杀得丢盔弃甲，你这可以载入史册了。章邯，你是想活着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来，还是为了这腐朽的秦王朝而献出自己的生命？不必多说废话，我是死捍卫大秦。我佩服你的大义凛然，但是我不喜欢。有谁还想跟他一样站出来？我给你们众人一个机会，不管你们是罪犯是秦军，投降效命者不杀，如冥顽不灵者，我不会给他任何一丝丝的机会。我们愿意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我们誓死为夏王殿下效命。好，各位，我旁边的这位龙驹将军，应该很多人熟悉吧？这曾经是你们骊山死囚里面的一员，但通过不断学习，现在已经是将军职位。恭喜宿主成功俘获20万兵马，实力壮大，贺送来霸王戟以及投石车5000个。正愁没兵器用呢，子龙威武！武王啥时候带上我？子龙啊，下个世界带你。不是来找虾王的，让我进去。你是谁？找我们夏王殿下什么事？我找他有重要的事情。我是从咸阳来的。皎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虾王殿下，您认识我？高耀在书信中提起过，你找我何事？虾王殿下，求您赶紧救救我哥高耀吧。高耀怎么了？我哥已经被押入大牢了。皇帝胡亥驾崩，李斯丞相和一小川公过一起用带子因为皇帝，高耀哥被判处了叛国之罪。叛国之罪？谁给他们这么大的狗胆？我这就去咸阳。如果高耀有事，我要让他们整个秦朝皇族来陪葬。感谢夏殿下，我哥让我以后跟着你，服侍你。什么？这个高耀？夏哥，你不愿意我跟着你吗？没有，我愿意你跟着，你先跟着吕肃，这事等我救出你哥再说。秦朝咸阳的宫殿之上，小皇帝子婴高居而坐。做爱卿，目前天下形势如何？启禀陛下，章邯兵败，他被虾人纳斯给斩了，还俘虏了章邯兵卒20万人。有20万人竟然投降虾人5万人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陛下放心，等我们修筑长城的20万兵卒一到，肯定能将这些乱臣贼子全部杀死，尤其是那个虾人。义公公言之有理，还有那高要是祸国殃民之人，必须立刻斩首示众。还请一小川公公不要介意，那高要我们必须要杀。我知道你与他是旧友。李斯丞相，这是什么话？杀高要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，该斩首就斩首吧。义公公大义。来人了，将高要从地牢里拉出来，在城楼上斩首示众。这一日，天气阴沉，咸阳城外一片烟雾茫茫。秦朝的咸阳城里，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围满了民众。赵高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那个虾人，他把我给晋升了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夏家哥，你哪里有那本事？这个时代有谁有那个本事？我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夏哥绝有可能也是个穿越者。一小川，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吗？你终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你成了太监，不也就这点出息吗？你，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奸臣赵高祸乱朝政，勾结叛军，私通宫女，判处斩刑，以安民心。呸！还他妈私通宫女，我私通你妹的宫女，杀吧！虾哥会替我报仇的。你的虾哥在哪呢？还报仇？行！
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抢劫法场！抢就抢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虾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皇城你都敢来？呵呵，你说错了，可不止我来了，我的28万大军都来了。那是谁的军队？启禀陛下，丞相，看旗帜，应该是虾仁。什么混账东西！下令放箭进攻！丞相，万万不可！对方那巨大的投石车整整有几千辆，如果一旦射箭，整个咸阳城会被砸得粉碎。是啊，丞相，这至少好几千辆投石车，一波石头扔下来，估计咸阳就被砸废了。天亡我大秦呀！秦皇，你听着，如果高耀死了，我要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陪葬。虾王殿下，我愿意投降。很好，小月你去看看你哥高耀，龙驹你去把易小川给我带过来。遵命。虾仁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处处要和我作对？易小川，全天底下所有跟我作对的敌人，所有可能成为我对手的人，我都会杀。虾仁，你不能杀我，我的身份很特殊。你身份特殊？呵呵，你不就是个穿越者吗？废物！气运之子，呵呵。高耀，没事吧？感谢殿下救命之恩，我没事。好，高耀，秦皇宫里的人你赎，全交给你了，该杀一个不留。是。苏角宫里的宫女们全部抓起来，这些天日夜兼程，将士们也辛苦了，我得犒劳他们。谢虾将军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阿房宫不愧是秦朝的4大功臣之一啊，真是气势磅礴。历史上，项羽这个匹夫，既然一把火将整个皇宫给烧了，真是该死。在虾仁看来，历史永远是胜利者所写。既然穿越，为何要遵循历史？如果不能改变，又为何穿越？这大秦帝国果真是乱啊！这山川要治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放着就行了，退下。不是让你退下。吕雉，你怎么在这？汤趁热喝，吕素让我来的，说是你答应的。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那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吧。殿下，你这汤里面放着这么多补药，晚上我这体内的火该怎么办？殿下恕罪。去宫殿里面把床暖好，晚上通宵给我好好讲讲这山川日志。是，虾殿下。就这样，虾仁不仅杀了，还和他的老婆打了一晚上的扑克。几日过后，虾仁与萧何、张良等人在大殿议事。张良，这几日情况如何？虾殿下，前些日子龙驹将军、苏角将军率领15万大军与各路起义军交战，未有败绩。陇中郡归来的长城守军残部也都全部击杀。不过，他们现在跟项羽的楚军在高密郡一带已经僵持了半个月之久，说对方就是不出城战斗。不出城，项羽能这么耐得住性子？殿下，前方有急报。龙驹将军来信，我军在淮水一带与楚军的5万军队对峙，决定5日后发起重攻。淮水不好，对方将领是谁？好像说是一个年轻的小将，叫什么信？什么信？兵仙韩信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刘邦被我杀了，他居然出现在了项羽那里。殿下，韩信我听过，此人激战勇兵，我们定要小心啊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苏角、龙驹必败，且龙驹会死在此处，还有5日。王离，末将在，立即点5万骑兵，随我前往淮水，即刻出发，快！末将领命。苏角将军，你说这楚军是没有将领了吗？这韩信的军队也有将近5万人，一打架就转身往后跑。是啊，他可知他的主公项羽用3万大军就打败了章邯的30万大军啊！不过我始终感觉好像有点问题。能有什么问题？这韩信就是一个缩头乌龟。来人！苏角将军，这淮水一般什么时候会停留呢？为什么前几日这么大水，怎么一下子没多久就停流了？启禀将军，每年8月份天气炎热时就会停流。那灌溉呢？灌溉会不会引起停流？属下不知。不好，快停下，让大军全部后撤。现在喊停，晚了。韩信，你以为凭你不到10万的兵马就能打败我的15万兵马吗？你15万兵马都在河床里躺着呢。传令决堤！韩信，你竟然将河水上游堵住，卑鄙无耻！苏角，打仗靠的是脑子，大水会将你整个军队淹没。将军，大事不好，我们那里的人全死了！死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苏角他们的军队15万都在这里，怎么会死了？韩信，你的水呢？还截流淮水？你是梦里截流的吧？给我杀！
苏角的15万大军已经全部走出泥潭，向着韩信冲杀而去。虽然韩信率领的整整10万楚军，但并非是项羽的精锐，根本不是龙驹和苏角15万人的对手。侠殿下有命，骑兵前出，将韩信包围，逼迫他们入淮河河床。原来是侠殿下给我围起来，将韩信的后路斩断。韩信大军后路被断，被迫向着河床涌了过去。别进泥潭，快后退，随我杀出去！呸！什么狗屁韩信，让我们堵河床堵了5天5夜，现在水又不放，我们别理他，逃命要紧。果然不出韩信所料，就在他们楚军数万兵马刚刚逃进淮水河床之中时，淮水滔滔奔下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淮水犹如滔天洪水一般，河床内部的楚军根本来不及逃跑，众多士兵被淹没在水里，惨叫声、求救声不绝于耳。韩信自己挖的坑自己跳，滋味如何？虾王，我韩信苦学兵法20余载，第一次带兵就败在了你手里，我不甘心。很快，韩信10万大军被河水冲得所剩无几，韩信大败。跪下！我早听说虾王殿下深谙兵法，总是未卜先知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韩信不是你的计策好，而是我的主将轻敌大意。现在是3月，淮河干枯，绝无可能两军交战，你还没打就开始撤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深入之策。如此简单，谈不上多高明。虾王殿下果然厉害，韩信佩服。行了，少说些废话。我对于投降将领都只会问一句话：我韩信愿意归降，能跟虾王殿下这样的主子，是我的福分。韩信，你果真是能屈能伸啊！来人，松绑！韩信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你可以带多少兵马？虾殿下，臣可带兵50万，殿下可带天下之兵。韩信很谦虚啊，那你说说这天下之兵是何意？萧王殿下运筹帷幄，未卜先知，即使这天下所有男子皆为兵马，殿下也能用兵如神。哈哈，韩信，就算你是拍马屁，但是这句话甚得我心。行了，众将士听令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是时候与项羽的楚军做个了断了。龙驹，吾将在。封你为左将军，率骑兵3万，步兵3万。王离，封你为右将军，步兵3万，弓弩兵5万。张良，命你为随军军师，一同前往垓下。末将领命。韩信，你为什么不起身？因为殿下还没有给臣安排任务。你小子，高要。韩信接应。臣领旨。今日封你为大将军，统领此次与楚军决战所有军务。即日起，率军30万前往垓下，与楚军决一死战。末将领旨谢恩。此话一出，众臣震惊不已。他们不明白，一个小将领才投降过来，就将大将军硬给他了。韩信，你可有信心在垓下将项羽的20万楚军给我全部歼灭？一连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请殿下放心。好，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这里有一个锦囊交付于你，到了南阳郡再打开，你带着大军出发去吧。属下领命。宫殿御书房，高耀微微低着头站在虾人旁边。高耀啊，这次建国你是有功之臣，为何不愿意加官进爵啊？夏哥，我高耀水平有限，就让我在皇宫里当一个御膳房的总管吧，每天给夏哥做好吃的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你的妹妹小月还有素素不都得了你厨艺的真传，哪里还需要你？起来吧。谢夏哥，这把天子剑你拿着，跟在韩信左右，充当监军之职。无论他下达什么样的命令，无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是跟打仗有关的，均不允许你私下干涉。但是战胜之后，韩信有任何不臣之心的话，天子剑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臣高耀遵旨。高耀的手不停地颤抖，他万万没想到虾人竟然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。呵呵，别那么紧张，这次的事情办好之后，我准备给你开10家大酒楼，让你当总店老板，你愿不愿意？夏哥，我非常愿意。我去酒楼研制新菜，第一时间送进宫给夏哥。你呀，真就这点出息，去吧，赶上大军。我这就去。很快，韩信大军抵达南阳郡，在10里外安营扎寨。想起虾人给的锦囊，赶紧将它打开，里面只有4个大字：十面埋伏。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想出来的办法，虾王殿下竟然早就运筹帷幄。韩信额头上顿时冷汗直流出来，他面朝咸阳的方向跪在了地上。殿下真乃神人啊！我韩信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别说你佩服了，你韩信才来几天，你问问在战的将领，谁不佩服殿下？不过以我看，应该再加点什么。哦，军师有何妙计？四面楚歌。将楚军围溃之后，大军士气必然瓦解。此时如若四面八方响起这楚人的歌谣，肯定会思念家乡，那么战斗力就不言而喻了。哈哈，张良，你果然是杀人诛心啊！
5日之后，韩信召集所有兵马，只为不攻，将项羽的20万楚军全部围困在垓下。9月秋凉兮，四野飞霜，日月征战兮，终归下人，白发老母兮，判断肝肠，妻子何堪兮，独守空房。四面楚歌响起，让项羽的整个楚军很快土崩瓦解。咸阳皇宫，虾仁正坐在花园凉亭里喝茶。禀虾王殿下，军前急报，垓下之战我军大获全胜，斩杀楚军20万人，俘虏楚将项羽。什么？项羽没有在乌江河畔自杀吗？启禀虾王殿下，根据大将军来信，说是项羽在最后时刻停止了反抗，扔下了武器，请求和您见一面。西楚霸王项羽，那就见一面吧，将他带到咸阳来。另外告诉韩信，项羽押回来的时候收了兵器就可以了，不用五花大绑，给他留一点体面吧。是。2日之后，在秦朝曾经建造的这气势磅礴的阿房宫塔楼之上，殿下，项羽带到，叫他过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殿下，项羽武艺极高，您这去吧，没事。乡人，你为何如此？你我并未蒙面，你就对我叔父痛下杀手，如今更是屠我20万楚军。项羽念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乡人，我输了这天下，亦输了虞姬，但是有一点我还没有输，我此次前来就是想与你来一场对决，是否有此胆量？将项羽的霸王枪取来。乡人，如果不是在这乱世，我们必将成为挚友。项羽，我们都有吞并天下的雄心，所以注定了不可能成为朋友。怎么虾王殿下要跟项羽打一场吗？这就不知道了。殿下的脾气谁摸得准啊？也没人敢去猜。那你觉得谁会赢？将项羽的霸王枪取来。万里山河，城门踏破，让铁马挥金戈，繁华落尽，只剩残缺天色。好技法！乡人，你的技法竟然精进得如此之快，上回交手时你并非如此。项羽，你也不差，枪上多了些许杀气。殿下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项羽死了，他身上竟然连一丝丝的鲜血都没有沾上。是啊，殿下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功夫？连勇猛的西楚霸王项羽，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，蓝翼如天，真命天子。随着项羽的消亡，韩信在虾仁的派遣下，带着10万军队，将各地一些起义军全部剿灭。大雪纷飞，瑞雪兆丰年。这样的雪落在大地之后，明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。皇兄，你等等我，嘴儿，你追杀我，我就给你推个雪人。你跑得太快了，我都追不上啦。还要参见父皇。好了，快起来吧，雪地这么冷。文儿，你要照顾好妹妹，这雪地里太冷了，早点回宫去。是，父皇。皇兄，父皇都说要让着我，你咋还跑这么快？哎，也该到离开的时候了，心里真有些不舍啊。子龙何在？末将在。是时候该回去了。武王，我和咬金想死你了，赶紧回来吧。虾仁顿时消失在原地，无影无踪。冠军侯，李小四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从我师父那里逃出来了，这些年在紫阳真人那里又学了武功，我要和你碰碰。哈哈，李小四，你真是一点没变啊！李元霸，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学10年也没用，还想和武王碰碰？吴玉文子龙一枪足矣。要不咱俩碰碰？好了，平头哥，你爹如何了？我爹已经很久没见了，这爹不要也罢。武王那边好不好玩？你也太不地道了，自己一个人过去也不带上俺。丁，宿主完成神话篇章，奖励藏道秘术秘籍1本。什么藏道秘术？